这座山呢，在清朝的时候，古图上就已经记录它的存在。那原来有3座山，那随着市区的发展，那现在最明显的就只有这座山了啊。在日本时代，也是我们成功国小小朋友远足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也有历史的影像。那这座山承载了非常多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忆，那也在我们水交社里面啊是一个亮点。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市民呢，能够到桂子山这边来哈，登高揽胜。那一方面也可以回顾过去我们整个府城的一个历史的意象。那大家也可以往西看一下，尝试的我们看向海边啊，因为在日本时代它有一个地名叫做细涧之丘，也就是说在这个丘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潮汐。我们找到最早的旧照片就是1938年，然后明治公学校的小朋友。他就是从市区远足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个凉亭呢，都是通透的，只有柱子，每个角落呢都是3根柱子，非常特别的一个通透的一个凉亭。屋顶这上的平板有一个三角点，那个地板也有一个三角点，是当时候日本人就是在这边当作是一个测量的一个点，然后连勤的测量点也是设在这个地方。当初在那个桂子山还没有整治之前。整个山几乎都是流浪狗盘踞在这个桂子山上面挖了非常多的狗洞。经过这几年以后，桂子山的整治已经好了以后，我本身在我们关怀祭典也带我们大城里的长辈，将近40个人来桂子山参观。我们由后面的无障碍到桂子山的上面，到上面以后，由桂子山的上面。环顾四周围，每一个长辈觉得非常满意，也觉得非常好。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知道，水交社过去在台南，不管是在国防以及这个我们地方都是有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位置。很多历史上保家卫国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在这里面发生。另外，除了水交社文化园区之外，我们也把这个地方那个桂子山整理成一个非常具有历史特色的景点。那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在春节的时候或在平常就可以来这边，不管来水交社眷村的店来消磨一整天或一个下午，或者是来桂子山爬这个台南府城第1高峰，这个是网友的戏称，但事实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地方，有历史文化的意义，有休闲产业的意义，欢迎大家来桂子山。另外是我们嘅欢迎收看2月26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在世界棒球经典赛资格比赛，台湾队再次甲西班牙对战。咱市立棒球场嘛加码现场转播，去2000多名球迷入场观赛。球场边的大楼也挂国旗，为台湾队加油，场面是热烈滚滚。WBCQ 台湾以6分比3分成功报仇西班牙，摕下明年经典赛正赛资格。台南市立棒球场的球迷嘛相当欢喜，高喊挺台湾。这几天体育局开放棒球场做转播，经数千名球迷到场应援，气氛相当热烈。连边的大楼嘛拢挂出国旗，替台湾队来加油。局长更是抱着4手啊，发给现场观众。大家非常热情，为我们的中华队的英雄们加油。那
尤其是我们昨天这场比赛呢，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击败西班牙的话，那我们就可能没有无缘的去参加经典赛。台南市绝对不会落后，有棒球比赛，有大型的赛事，我们台南市绝对不会落后。球赛对暗时7点开始，超过10点才结束。依照策应管制法，10点了后袂使使用音响设备等规定。现场主持人麦克拐掉。比赛来到紧张的第9局的时阵，球迷是用拿后来画加油，展现台南人的热火。台南新闻所派采访报道。面对114年总务省南北立委强行通过3读，立委林俊宪表示，后续已将到台南各地甲在地立委联合召开记者会，直接向乡亲面对面报告这台南建设务省因此受到冲击的部分。而第一站伊来到麻豆，嘛代替乡亲表达愤怒。立委林俊宪甲郭国文26号伫这议员陪同先来到麻豆大天府参拜，面对中央114年总务省南北强行通过，不过当中有这务省被删掉以后，直接冲击到台南建设。其中以文化部打算要伫首府大学成立联合典藏中心的1亿转型经费，都被全部删除。加上新溪北大桥等交通甲生活圈道路超过4亿嘛被删掉，所以上午2位立委联合议员直接向在地乡亲报告，嘛替麻豆人表达愤怒。王华说：“这怎么可以冻结？这应该删除。”啊，叫这个大家的一口就分。啊，伊讲话讲啊，北部其他的所在有，北部其他的所在有就是无够应该带来南部食嘛。啊，难道北部有，南部就袂当有吗？这实在有够奇怪。啊，嘛是这条有个生态条呢，我要来报告，生活圈的道路要开4亿。我们要严厉的谴责抗议，国民党乱砍台南，尤其麻豆的预算。文化部今年2025年在台南首武大学第3市政中心要来设立文物典藏和展览的第1期预算1亿元，全部被国民党天龙国的立委王宏威全数删除。那台南的立委国民党的谢龙介竟然赞成，国民党提案冻结南科的业务费，谢龙介也赞成。国民党提案冻结生活圈道路，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未来加嘉义、甲麻豆的一寡道路的开辟。嘉良界也赞成，出身台南的立委，唔知影通顾台南的务省，国民党乱砍乱删台南预算，谢龙介竟然全部赞成。立委林俊宪表示，面对总务省被删除、被冻结，影响台南权益的部分，后续伊会亲自到各地联合冻结立委召开说明，嘛证出号召乡亲罢免无负责任的国民党籍立委。面对绿营指控南北乌白站务省，结果立委嘉良界嘛同意删除的指责。嘉良界到记者查个进前并无回应。但新闻军事采访报道。台南市上局第6大队安平分队新的办公厅舍26号正式落成启用，其中有一贴立委陈天辉等人共同出席剪彩。其中讲，该厅舍总共开7300多班，希望发挥救灾救护的上大功能，也提供消防兄弟姊妹上好的环境。安平国中检灾各队再来热烈表演，替消防局第6救灾救护大队安平分队办公厅舍启用典礼揭开序幕。请剪彩。安平分队有第4位山形门路外观，未来将成为当地的地标建筑。学校麦当来做校外教学，兼顾观光和教育功能。6大队安平分队安身的家。那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景点，所以在他们休闲的时候，或是民众其实都可以来这边打卡，也充分契合了安平作为一个我们观光重点的一个区域。新的厅舍总面积大约380平，
规划车库停靠消防救护车辆，确保出勤快速佮便利，环境大大提升。动用了市府7300万的预算。整个结构在省建筑师的用心之下，盖得美轮美奂。消防局未来将持续投入资源，强化整合安平地区的整体防救灾能力。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城大整体研究中心26号正式甲牌启用，这嘛是目前国内唯一具备2300度以上的超高温以及大寸切碳化系整体成长技术的学术机构。未来该中心将持续推动半导体材料的突破，以提升台湾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位伫南科成功大学整体研究中心。长期得到国科会甲教育部高教深耕计划支持，目前已经突破高温 SiC 碳化系整体成长的技术瓶颈，会用来生产大寸切、高纯度的碳化系的整体，为台湾的半导体甲功率元件的产业提供关键的材料。我们目前成大半的学院，我们有17家合作企业，当然包括台积电这个 UMC 啊、日月光等等的有17家。那今年又感谢大立光的加入，而且挹注我们成大半的学院6000万。但这个要感谢周明教授的引进，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计划。所以这个SiC 的晶体大家都知道，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晶体。以目前来讲，因为我们成大在半导体学院在精创计划的支持之下，这个感谢国科会这个精创计划，我们去年拿到8500万。那我们的研发一个是在第3类半导体就办 gallium nitride silicon carbide， 一个是晶球封装，那个像 CoWoS 啦、SOIC 等等，这个很重要。研究中心主持人周明启教授表示，这间的整体研究中心的成立，唔定得到学术界高度的关注，更加吸引国内外企业大力的支持。其中，大立光电集团嘛投入数千万，建置上先进的整体生长的设备，推动台湾在全球整体技术的领导地位。研究中心非常强调国际化，所以我们跟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等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合作，无论是产业还有学术方面的合作。另外，刚刚提到我们在这个海外有外交部还有欧盟的支持下，我们分别成立了在拉脱维亚的一个海外研究中心。我们不只有这个办公室也有聘人在那边帮我们揽才，所以未来两校的师生如果有机会去这个拉脱维亚、波罗的海的话，都非常欢迎用我们那边的空间。上午的甲牌启用，包括教育部、甲国科会拢到场。现场并且邀请到半导体、光学、医疗、甲雷射产业专家共同来出席。甲牌以后嘛参观实验室，展示中心上新的碳化系、甲氧化镓高温晶体的技术。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随着医学的进步，糖尿病治疗方式嘛不断演进，其中糖泌素就成为近年来备受注目的关键角色。伊主要作用包括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减少升糖素，会当有效控制糖尿病、降低心血管、腰子、甲肝脏以及其他器官的保护顶面有真好的潜力。一名63岁李太太，因为多年的糖尿病控制无好，出现了微量的蛋白尿，互伊烦恼腰子功能的恶化。经过清大病院内分泌新陈代谢科王志珍医师的评估，使用 GLP-1 受体促进剂的治疗，几个月以后，唔但血糖控制好，体重嘛减轻，就连蛋白尿的指数嘛下降。
医师表示 ，GLP-1 受体促销剂唔定会用有效来控制糖尿病，更加伫个心血管、腰子、肝脏，甲伫其他器官有保护的作用。过去我们虽然说只是把 GLP-1 当成是一个控制，主要是一个控制血糖以及是控制体重的一个药物哈。那但是目前这几年，我们目前许多研究陆续在发现是说，它其实在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有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好处。那糖尿病的病患其实是一个就是它是一种全面性的一种身体的一种健康代谢的一种疾病，所以我们目前的药物治疗哈，就是也是希望是说能够更加的就是用一种药物能够更加全面性的对糖尿病的病患，就是有更多照顾到各个器官周边的一个好处。这是我们未来就是治疗发展的方向以及值得期待的目标。王志珍医师表示，参泌素是当到自然分泌的激素，伫个食食的时来释放。主要的作用包括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减少升糖素的分泌、延缓胃部排空的速度，以及压制大脑想要食的控制。这些作用拢有关系，互血糖会用维持稳定，嘛会用帮助体重来控制。因此，市面上嘛将 GLP-1 受体促销剂当作是所针。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帮桥一间餐馆头家娘加上文青风格设计，包括各种早午餐、鸡卵糕等等，拢是打卡美食，而且不止好看，也个真讲究健康的概念，全部拢是手工家己做，要让消费者食得安心。现在餐饮风流行吃早午餐，板桥有家早午餐走完美设计风格，文青风的装饰给人一种好放松的感觉，光靠气氛就让人好想来拜访。实际上，这家早午餐店的强项是各项餐点，包括早午餐、蛋糕、饼干等等，通通都是老板娘一手包办。先来看看这几款果酱，就是店内的热卖商品。手工制作的草莓果酱，那我们用的草莓都是用台湾的草莓，加上手工的有机冰糖去做熬煮的，熬煮的时间大概在3个小时左右。那另外还有这是我们自己打的花生酱，这个花生的部分是云林的花生，那也是台湾有机的材料。那这一款花生酱的话，最近很多吃生酮饮食的人非常喜欢购买。因为他们吃这个的部分，他们可以摄取坚果的油脂，然后本身味道也很好吃。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对这些有一些研究，那希望可以就是客人吃了之后，对于我们的商品可以觉得很喜欢。饼干的话是奶油饼干，它的味道就很单纯。主要是我们用的奶油是铁塔牌的无盐奶油，那这一款奶油的话。它的质地非常好。我尝试过很多品牌的奶油，我觉得这个奶油它在化口的口感是最好的。那把它录在这个饼干部分，我觉得它所呈现的风味是又天然又健康。很多饼干它都会去加一些苏打粉，去增加它酥脆的口感。但是我所有的饼干我都不希望有添加物，所以。我都特别强调，我的饼干打开之后，也都是希望在1个月之内吃完。懂吃的老板娘具有健康概念，美食是要吃进肚子里的。除了第一要求是要好吃之外，当然得要以健康为前提，才能让人安心享受美食。老顾客说，经老板娘设计出来的菜单，总能够赢得他们的味蕾支持。而且他们家的牛小排跟炒饭超赞的。那个饭都是有加藜麦那些，很养生。然后水果的话是当季水果，老板娘都有，所以都还不错。那蛋糕的话，他们的蛋糕基本上我们每一款都很喜欢，因为都很好吃，味道很清爽好吃。然后这个茉莉鸡腿沙拉也非常好吃的，就是因为它有很均衡，蛋白质均衡，蔬菜也均衡，然后搭配面包一定会吃得很饱。它搭配的那个巴萨米克醋就是有一点点酸酸的，吃起来蛮清爽的。我觉得夏天天气热热的时候真的蛮适合的，然后它的蛋白质也够。对，所以因
均衡的一餐。对啊，我的是酪梨鲜沙拉，然后它酪梨是台湾的酪梨，我觉得很甜，然后虾子的话就很新鲜，然后整个吃起来很清爽好吃，对，很推荐。以顾客健康为概念的老板娘也推荐手工蛋糕，这些口味外面很少见，透过它的巧妙搭配，让蛋糕光看起来就能让人食指大动。是 Oreo 的起司蛋糕，上面是重乳酪的口感，下面有一层 Oreo 做的饼干。然后我们千层蛋糕目前是当季的是做芒果千层，还有原味千层。原味千层的话就是单纯的奶油的馅料，那芒果千层的话就是加了6层芒果。那另外我们有做烤布雷，还有做奶酪。这2款奶酪是我们夏天每年都会准备的奶酪。这个是芒果奶酪，下面的话是用香草荚做的奶酪，然后上面铺满很多很多的芒果。那这一款的话是今年新研发的商品，下面有椰香奶酪，然后这一层的话是芋泥，大甲芋头做的芋泥，然后上面再铺一层芒果。这一款我新研发出来，觉得味道还不错。民以食为天，饮食是大家每天的必要课题。老板娘秉持这样的想法，顾客就像是家人一样，用健康好吃的美食持续陪伴大家。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由德国火车共享协会所经营的海上图书馆旺浦号巡回到基隆，将伫基隆港停靠到3月9号。基隆市长嘛特别登船参访，邀请市民朋友上船来体验海上的侧旁世界。Please come and let's together. 那为了拍到好看的话，请避开那个文字的区域。知名的海上图书馆旺浦号巡回到基隆，将在基隆港 CEA 码头停靠到3月9号，为基隆增加了一处海上的阅读场域。基隆市长谢国良与秘书长方定安、跟文化观光局长江婷梅，还有立委王正旭服务处主任林明志等贵宾登船参访。市长谢国良说，能到船上体验书香相当特别，也邀请市民朋友把握难得机会。我想，旺浦号。这一次在基隆的这个1个多月，我们很希望这个有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上船来，然后多看一看这个船的设施跟它的一个图书环境，相信对他们整个教育跟成长的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帮助。那我也会跟我的教育处来联系。看怎么样的形式，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上船来欣赏观赏一下。当然也不限制于就学的孩子，很多市民朋友我觉得应该要来看一看。那我了解这是一个福音船，那传达上帝的很多爱跟更多的讯息，目的是要让我们都彼此更爱对方，然后让这个社会也好，让这个城市也好更为美满。那我想我的工作也是一样，我也相信这个如果能够把我的工作做好，让这个城市的生活的品质各方面的条件能够更好，也是一个好的传福音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我这一次决定回来从政的一个初心。主办单位建议可先在官网线上预约，并提早到达港口完成登船程序，一起来体验海上阅读的美好。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高雄市区有部分的路段因为店家需求，将停车位划成狭狭，包括七贤、大同一路等路段至少300家。不过嘛，引发侪车主烦恼倒退，容易发生危险。对此，高雄警察回应，该规划目前事故并无明显增加，不过未来会搁再持续评估，决定敢会搁再调整。白色轿车要从停车格往后退，车速得要很缓慢，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撞到行人。这里是高雄市区的大同一路斜插式的停车格，让驾驶进去容易，出来难。这样的停车方式，有人觉得危险。是的，之前就是因为我在这边工作，所以我先生插在这边的时候出去很不方便。对，因为他出去的时候，其实视野比普通的那种真的很不方便。而且他这边停蛮多车的，其实加上他路边也不好停。我是感觉他们在开车好像
还好啦。发生这种发生事情的，好像没有看过，好像很久才看过一次。正常的停车格，我是感觉大同路这一条还算可以啦，因为假如画下去，可能车位可能更少了。不过，当地的店家表示，如果将斜插式的停车格全都改成顺向格，也会担心停车位不够用。对此，交通局统计，青年路上一共有187格，七贤路上则有131格斜停车格。其中，青年路是高雄知名的家具街，人潮不少。是否要更改停车格的划设方式，交通局还要再评估。有关七贤三路及青年路斜向停车格，那交通局将持续观察车流状况，那倘有地方的共识及路型调整的时候，再一并做调整。交通局进一步指出，10多年前就已经规划了斜停车格，原因是因为要配合当地停车需求，加上当时有商家希望顾客能方便进出商圈，因此才在空间运用与商家需求权衡下，规划了斜插式停车格。但斜插式停车格毕竟进车容易，倒车难，倒车的时候也容易发生死角。对此，交通局表示会持续评估，做出改善。记者潘志光、黄子倩高雄报道。感谢收看2月26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阮家，咱再会。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迟到了。看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很慢呢。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啦。高佩佩，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假装蓝绿撒撒娇啊！买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钱如债，你被我骗过了吗？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是关心您啦。还记得演练抗震保民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
全民防灾一点通或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